热天一到，尤其5日节以后，持续高温，日头赤炎炎，这时来一碗清凉降温的酸仔冰，就是一大享受。虽然今年酸仔产量有减要3成，采收期嘛受雨水影响，不过并无影响品质。其中伫安平运河边已经打响名号的冰果店，也未到12点营业时间，冰店门口就满满人徛咧等待。一个月来，外地就至少有3台游览车要来食正着时的酸仔冰，而且头家用料无手软，互大家食甲津津有味。台南很热，就是要吃冰嘛。南部的芒果比较甜啊，所以就是想说，这布丁也很好吃，古早味，所以就来吃一下这样。我今天吃焦糖布丁芒果冰，会怎么样？芒果很好吃。这个布丁是台南老店的布丁，吃起来很香，很好吃。那我是找 Google 评论，然后才找到这间，因为我是看评论还不错，然后分量也蛮大的啊，水果也很新鲜。那今年是因为刚好是市政府有推展那个国际芒果节的部分，那是有比较热络，买气有比往年的这个时间点还要再更旺。那加上今年的酷暑的天气又比较热，所以今年的冰的销售量都是平常日大概是多1-2成，那假日大概多个3-4成左右这样子。天气热热，而且迎接暑假一到，来到台南观光的人潮，加上今年酸仔季，佮拄上台南4摆宣传热潮，拢互冰店生意强滚。刚好是今年是建成400年，所以今年的宣传力道还蛮强的，所以全台湾还有国际观光客都莅临来台南旅游。那不仅是观旅局、农业局都一直强力在推展台南400，不仅是文化古迹啊，还是一些美食都感受力道蛮强的。人家说国旅其实不旺，其实我不见得，就是台南还是有一定的观光人潮存在这样子，消费力道还是美食都还是不错这样子。台南一直是台湾上大的酸仔产区，每2粒酸仔都有1粒来自台南，所以除了玉井等3地以外，其实全台南拢是酸仔节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。